旗艦由創意思維世界賽2025香港代表團出發禮。首先我要恭喜在座各位同學就勝出咗香港區嘅比賽，能夠入圍呢個嘅美國嘅比賽，為香港遠赴美國啦，為國家為香港爭光。更期盼呢一次嘅比賽可以喺你哋嘅青春歲月裏邊留下深刻而美好嘅回憶。我希望大家同學都會知道你係代表住中國香港嘅身份係去參加呢個比賽，呢個係一個好光榮嘅一個任務。希望大家去到當地都可以係認真咁樣參與個比賽，亦都要喺面向唔同嘅困難裏邊係要勇敢去克服佢。希望你哋能夠保持呢份嘅熱情，以精益求精嘅態度，繼續追求自己喺學習上、喺科研範疇上嘅理想。正所謂創意思維，高智能人。我哋願主你祝福嗰個同學能夠充滿信心，表現到佢哋嘅潛質同埋能力，不斷咁接受挑戰，吸收經驗，能夠得到美好嘅成果。